民歌就是1970到1980年代上唱，而迄个民歌上辉煌的时代，培养袂少民歌的歌手，更加是尾啊推动着台湾流行音乐的摇篮。当时的民歌西餐厅消费无算俗，但是常常拢是人客踢踢店。当时嘛是运用真侪民歌手的舞台，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民歌嘛豆豆啊衰微，到今全台湾嘛敢若剩唯一的一间民歌的西餐厅咯。继续就对着咱独家的镜头，转去迄个民歌的年代。有一种叫做民歌西餐厅。歌手在上面唱，然后有人会端牛排，很流行。其实我自己就是从民歌西餐厅里面出来的，每去一场人都是满座。10点半开业，10点就客满了。当时最红的饮料蛋蜜汁，光一个晚上营业额40万。好，再来继续我们的朋友点歌，外婆的澎湖湾这边送给大家，谢谢。1970年流行的民歌，为校园发起风潮是民歌手自弹自写创作，为50、60年代的人留下难忘的青春记忆。过了50几、60年那个时候吧。等到我，因为我本身是第3届的金韵奖歌手，等到第3届，尤其是在第3届出来之后，我觉得那就整个就是那个真的叫风起云涌。是易大嫣，1984年参加第5届金韵奖的比赛，出道成做歌手。那完全都是自己。国年轻人知识分子创作的歌曲，那时候就很风靡。其实我也算是听民歌长大的，那时候我是民歌的末班车，最后一班车，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听了台上美的歌、潘越云的歌、蔡琴的歌，那个时候真的是你听了会掉眼泪。所以那些歌呢，就会触动一些年轻人心里的那一块软肋，所以基本上就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开始创作啊，然后开始唱民歌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的民歌手都变成后面滋养台湾流行音乐的那个风潮。在风里放一支针，回忆那无知岁月里的真，让那往写民歌、唱民歌，百万畅销金曲歌手周志平，也是真侪出名歌手、唱片制作的音乐人。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好像还是国3升高1的时候。好像是民歌最盛行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啊，像叶家修，那时候几乎同学全部都听叶家修的歌，什么这个乡间小路啦。在乡间的小路上，
反正同学们听的也都是校园民歌，然后我们几乎买唱片也是那个时候刚刚会买唱片，买的也都是比如说像李健富的施孝荣的啦，然后像郑怡的他们的唱片。国内的这个整个的环境，音乐环境都被改变了。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在路边所听到的那年轻人所唱的，都是那时候我们所谓的校园民歌。自2006年开始，已经举办18年的民歌歌风会，带给民众满满回忆。如今，民歌49歌风会特别开演，真侪民歌手嘛开始彩排练唱，搁再带动当年民歌风潮。OK， 再次。那个时候不单是说喜欢民歌，而且是受民歌影响，然后我们就自己开始创作。2、3、4，接下来这一小节，其实那个音乐就可以停掉了，就是剩下鼓跟贝斯的。校园民歌就是大家自己写歌自己唱，那一整个民歌运动培育出来一堆人才，就是后来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一些中流砥柱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从民歌运动出来的。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民歌呢，它的那个歌词都非常美，词浅意深啊，每一首歌的编曲都是经典，你只要一听个前奏，知道这是什么歌。那时候很流行那种百货公司里面的西餐厅，歌手在上面唱，然后有人会端牛排这样，很流行。而且那时候你要去民歌西餐厅，还要真的口袋里要有一点点，让学生很向往的地方啦。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是从民歌西餐厅里面出来的，每去一场人都是满座。民歌真的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全民运动，等于是一个音乐市场的摇篮。80、90年代，民歌西餐厅在台湾非常风行，当时全台湾有高达100-200间店，现在全台湾呢只剩下唯一一间。现在就带您来看当年红极一时的民歌西餐厅。最红的，天天客满。人满为患的，一个情人节的晚上，光6点一直到12点，12点以后就开始不让人进来了。光这个时段，打破整台中的餐饮记录，差不多在20几年前，民国80几年的时候，光一个晚上，营业额40万。当时最红的饮料是蛋蜜汁。在民歌上唱时期，台中有50多间民歌西餐厅，林老板当时经营9间分店，嘛是上热门的娱乐场地。78年，我们集资，每到假日，成功岭的人就进来，满满的人，不到。我们是10点半开业，10点就客满了，排到1楼上去，都是排队的。时代改变，乐乐等的景条已经不是餐厅经营的常态，为小A小客到无3人客，选择继续做生意，
林老板有伊的坚持。保留30几年的那个时代，为了要保留这个文化而已。店内的装潢甲布置，历史时间停伫30年前。这个菜单从我们开始用到现在，已经30几年了。本来有30几本，剩下4本。电话亭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时这个都在排队，没有手机可以联络同事号来听歌的，专程把它保留，原汁原味把它保留起来。对基地保留6个月，也有1999年少年时的男女朋友心肝头劈破菜的表白时刻。从第一次见到你到现在，我早已不自觉地喜欢上你，不敢当面对他的女朋友讲，所以他写在我们的心事一箩筐里面，叫我们的那个美工把它刊载出来。展现原始风格，全部正做如今店内的古董，有已经停产的卡式录音带，加会当讲是镇店之宝的签名墙。莫凡啊，袁惟仁啊，尤敏、张宇，这些都是我们台中歌手。周志平啊，他来这边驻唱，大概都是什么原因会过来？我们邀请他，我们吉普赛有3家。邀请他过来，一次就唱3场。我是跟我的同班同学黄大军2个人一起在民歌西餐厅做民歌2重唱。最多的状况是我们1个礼拜每天要唱5班，然后碰到假日的话，有时候最多唱8个小时。在最好听是谁，你知道吗？周志平。哇，周志平唱歌真的是轻飘飘的。藏在线索的抽屉。当年负责挑选训练歌手，也处理财务的是林老板的家后。伊甲阮讲，真侪民歌手伫出道之前，无互人知影的秘辛。其实张宇刚开始唱歌真的不好听，真的不好听。可是他很用心呢，他要把他的声音唱开，他就从红甲开始一直吼到这边来了。欢迎光临。2位吗？对，来里面请。好，我们情人餐，请慢用。经过的时候，然后就看到这边的餐厅的名字，好像还蛮酷的，以为就是有一种很复古的感觉，我们就会来吃吃看。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就是年代还蛮久远的，对，就是有50、60年代了吧，对那种感觉。唔知影民歌，也无听过民歌，抢都抢礼拜消费的这对少年人，是礼拜日林老板开门做生意的6点钟内唯一的一组人客。保留这个文化，就是每天7点半到9点都有歌手演唱，差不多剩下不到1/10，你可以感觉到落差有多大。大部分都5、6年级的，然后带他们的小朋友来回味的。让我们高兴的就是说，有人进来，一到那个门口一进来说，哦，好像回到时光，走过时光隧道，回到30、40年前一样。上个月还有一对结婚了，然后带他的小朋友来说，我跟你爸爸在这里认识的，然后回来回味。为大学就伫遮自称为阿金老师，虽然不是出世伫民歌年代，却嘛看到民歌西餐厅一间一间修修起来。跟18年前那时候刚来比，当然是少了很多。时代的变迁嘛，现在大部分的人听的歌，主要流行歌，也都不是往民歌那个部分走了。这边就是一个情怀，不管是不是叫民歌西餐厅，其实我就觉得那个氛围，只要我们精神都还在，我觉得。其实我是不太担心，就是不见的。传承民歌精神，演唱的方式嘛对时行。网络直播爱精彩，嘛爱将老祖国的心老好了。熄灯的时候就是这栋大楼宣布都更的时候，就可能就
会把它关掉。关第一家店的时候，我太太哭了1个礼拜。民歌渐渐稀微，当然当年举办的民歌演唱会，嘛将要伫2025年做一个收尾。民歌高峰会停，但是民歌不会画下句点。民歌运动应该算是台湾这个华语音乐辉煌的起点。民歌是永远会保留下去的。所用这个台湾流行歌乐团要求。民歌无得看，咱可能未接唱，也毋过词曲内底韵味深深刻伫当年迄个时代的人的心肝内。民歌吟唱了后的韵味，记忆永远留存，嘛继续温暖人心。